就咁着都好睇咯。個灰色都好好，咁啊着咗出嚟個效果咧比預期好嘅。個料係有個優勝之處，有個薄嘅料。咁呢度好似個油畫咁啦，咁啊特登係一啲電腦嘅燙畫嚟嘅，都幾特別，娃娃咁去嘅。好 OK，黑色留俾你啊，係點樣？呢件一定滿意，好靚。咁現在仲有灰色一件，係有現貨嘅，有灰色一件。好啦，咁我科普大家嚇，黑色現貨 Doris Zhang Heidi Yang， 白色有 Puyi Li 現貨。好，咁麻煩各位可以做個截圖啦。OK， 好，即係灰色仲有一件。好，倒數5秒，頭先讀咗咩嘅朋友咧可以 cap 圖啦。5、4、3、2、1， 1、2、3、4、5， 1、2、3 ，OK。好，咁做埋今晚最後一個款，咁我哋就同大家要講多謝，同埋同大家講 good night， 拜拜啦。好，咁多謝咗先啦，多謝大家今晚嚟到欣賞呢個直播。多謝蛋妹，多謝阿東成咧，好努力去揾咗好多好嘅貨品，又做得幾吸引嘅價錢。不如呢個啦，兩手啦。呢個睇下先，冇錯，稍等。5件，呢個下次啦。剩翻一兩件好難再介紹，因為呢個有幾多咧？呢個2攤100。呢件啦，你退嘅呢件先啦。我而家好最後一個 item 啦，各位觀眾，咁我揾一件係今晚都唔會重複嘅。咁當然啦，好多觀眾都買咗好多上身 T 㗎啦。咁未發市嘅朋友，或者呢張單咧爭一件就5送1嘅朋友，咁你可以發力啦。勁靚咯呢件。呢件有可能就係幫到你送嗰個。大家都中意啊呢件，好就係呢一個啦 model 相，慳翻啲時間。我諗大家睇個相咧都好清楚明了啦。咁直情 exactly 呢4個色，我哋有各一嘅現貨啦，全新嘅。咁佢呢個馬甲咧，佢連埋一套噶啦，即係 T 恤連埋個馬甲。咁個馬甲咧仲要好重工，我轉頭俾個近鏡大家睇啊。咁下身可以唔一定要襯得咁新潮嘅，我覺得襯牛仔褲或者闊褲啊都可以嘅啦，因為件 T 都夠晒靚，唔使咁複雜襯下身。嗱好靚嘅，佢個馬甲咧係棉麻料嚟嘅，跟住仲要襯嗰個不規則嘅扣鈕，扣埋俾大家睇。係啦，唔同嘅3粒扣鈕，棉麻，跟住呢度棉質。咁 exactly 係頭先上嗰4個色啦，全新嘅。咁大家打嘅顏色咧，可以打嗰個係啦，你我 show 住你講啊。好。紙啊。啡色、綠色。呢個真係棘手啊！有2個綠色喎。呢個叫杏色。呢個尷尬啲啦。白綠咪得咯。係啦，大家打白綠白綠就係呢個色啦。咁我覆多次大家點樣打啲顏色啊？好呢一個大家打啡色係啦，呢個啡色。呢一個大家打白綠，白色綠色咁解，白綠色。跟住呢一個好明顯啦，杏色，同埋仲有一個綠色。俾埋個尺寸大家。我有啦，我度咗啦，我已經度咗，我 show 俾大家睇 ，show 埋個價錢。真係靚呢件，就咁襯牛仔褲都好靚，因為個背心係黐埋咗噶咯，即係夠晒重工㗎呢件。好好少嘅就每個顏色1件，咁大家可以中意嘅可以打顏色，幫大家去留起現貨去啦。都唔難着，就咁套落去，呢度攝翻少少衫。
甚至乎大家咧，因為可以開嘅呢度。唔使攝㗎啦。好，呢個價錢啦，咁啊每個顏色有一件。咁如果大家買唔到心水個色咧，轉其他色啦。好，仲有呢個，我頭先見到有朋友打啦，啡色仲有一件，跟住白綠色仲有一件，呢兩個色。好 ，Love Flow 有啦，綠色，跟住 Fanny Tan 杏色都有，好白綠呢個衣有，好仲有一件啡色，仲有一件呢個咖啡色，啡就撞杏色嘅背心嘅。好啦，現場呢一件就係啦，仲有一件現貨，咁啊大家攞埋去啦，呢個價錢都超優惠嘅，買布料錢都應該都唔得，啊車工都未計，全部都超優惠嘅。